面對柳營雙葉橋南邊往仁愛路真需要拓寬的進度，以及新營烏幹線河水下水道工程要拼治水。議員沈佳豐在總質詢表示，這攏不是選舉講大話，而是長期爭取要徹底解決地方的問題。指會中講到東山對2020年佔過動土的光電室內親子遊戲場，到今卻連一個影子攏無，互鄉親真失望。對此議員雄雄唱起歌曲有影無，用苦訴方式詢問體育局長，借此凸顯政策缺失。一時雄雄忽然間，唔知要如何，想要問你有影無？到對這個工程會完成無啦？有啦，即馬有咧，已經頂一屆吼。有甲工作這邊講啊，即馬計劃書提出來，提出來吼，阮是希望講哦，會當哦做一寡比較適合當地的啦。例如講，我知道我們第一期經費有進來嘛，但是一直圍起來，民眾一直沒有感受到它的進度啊，哈。所以我們也看到說，我們公所提出，我們的規劃跟我們第一期的設計相差甚遠啊，哈。所以民眾的期待真的落差很大。我們第一期經費是900嗎？還是多少？對，900萬。900萬嘛，哈。900萬。那後續呢？第二期，一期什麼時候完成？第一期可能在6月份就會有一個即將到來了哈。6月份有預計了哈，是6月份會來完工嘛，會順利啦哈。民代佇即陣唱歌見仁見智，佇地方議會甲立法院攏有，不管是為了凸顯施政缺失、口說實說，甚至是為了抗議唱作俱佳，當然當表達心聲，達到為地方爭取經費解決問題上界要緊。台南新聞，阮子張素維採訪報道。